想要请教您，可以问吗？现在？完全可以。OK， 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道德问题，就是您觉得如果一个博物馆着火了，那您是会选择先救猫还是先救名画？这个呢，看在现场的那个人的道德的这个价值观。如果他觉得生命是最昂贵的、最珍贵的，他会救猫。如果他觉得是这个金钱上或者我们一般的物质本身的这个价值来讲的话呢，会救那个名画。那如果是您呢？我的话呢，就是现在我的现阶段来讲的话呢，应该可能会救猫，因为我看到这个就是一个生命。但是我真正的如果有一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的思想和我的观念是不是这个状态不知道。但是如果您这么看重生命的话，那如果在博物馆里的不是一只猫，而是一只蚊子，那您还会选择去救那只蚊子吗？不一定，因为呢，理论上的生命平等和人的实际上的这个生命平等的看法是永远我发现是很难做到一致的。所以我从小在西藏，我应该是10几岁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山上去挖冬虫夏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小鸟吃掉的时候，我会模仿我们的一些仁波切活佛，我就是在那边就是念破尔法。我从小几乎不记得我杀过什么虫子啊、蚊子啊等等。我记得我11岁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是夏天那个没有下雨，所以有一个小河里面很多的鱼要死掉。我们是几个放羊放牛的几个小朋友一整天从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记得用了什么样的一个容器，反正就是把那些水浇到那边，然后那个泥土里面在那些鱼快要这个死掉的那些鱼搬到那个大的那个水里面去。所以虽然呢这方面呢我算是有蛮不错的这个生命和尤其是动物方面，我也经常觉得，比如说大家看到了吃狗的肉的时候，大家呢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呢吃鱼啊螃蟹的时候是理所当然。从生命本身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没有差别。所以呢我自己也吃素已经20-30年了吧，所以这个基本观念我是有，但是在博物馆里面我会不会有做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是不知道。好，看得出来您真的很珍爱生命。下面第二个问题，那就还是一个道德问题。就您知道那个著名的列车问题吗？不知道，你跟我说一下。就是你现在在一个桥上，然后那桥上坐着一个就是大胖子，然后呢桥底下呢就有个轨道，然后那轨道上绑着5个人，这5个人里边有老人，有妇女，然后有小孩，然后呢也有那种20多岁的男孩。就是现在有一个火车要过来了，如果现在此时此刻的你把那个胖子从桥上推下来，那么那个胖子会死，但是因为他实在是太胖了，所以他就会挡住那个火车，然后这个火车就不会压到那个此时此刻被绑在铁轨上的那5个人。那么现在您会把那个人推下去吗？可能会。这个我经常看到这种情况的。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国家的这个法律的层面、道德的层面，包括释迦牟尼佛的一些菩萨的修行里面也有这个相关类似的一个问题。譬如说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曾经呢有一个菩萨，他坐船去做生意，很大的一艘船，这个船里面有500个人，但是另外一个那种土匪嘛也是跟在一起。结果呢那个
海上的这个土匪要杀这个500个人，然后杀500个人的话呢，这个500个人都是菩萨的化身，如果杀了那个人会遭受地狱的痛苦。他觉得我一个人杀掉那个人的话呢，第一个可以救500个人的命，第二个呢，他也不要造作这个恶业，我自己下地狱没有关系，他是这样想。所以呢，最后呢，其实是他杀了，但是呢，就是这个从菩萨性的角度，从菩提心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佛陀说他的做法是对的。所以这种呢，非常难分辨，这个跟一些法律问题和很多的这个社会上的我们怎么去驱使这个部分的一个问题一样。就像我们现在你看，比如说今天一个人开飞机，为了救上面的其他人，我自己愿意牺牲，我们会奉为他是英雄，大概是相似的一个道理。但是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那个胖子他并不想为了这5个人牺牲他自己，但是如果你把他推下去，你就是在违背他的心愿，你就是在杀人，而且是很残酷的杀人。您还会这么做吗？是，但是呢，你这么做的时候，你至少没有自私自利的一个角度，你也是为其他人的一个着想。所以我为什么说相似的这个原因，当然不是完全相同，所以确实是你违背了他的意愿，但是同样呢，你救了5个人也是事实。我插一句，就是如果因为你把他推下去，你犯了杀人罪，然后把你给关起来，甚至还会付出你的生命，你也愿意做这件事情？是啊，如果你本身有这个想法的话呢，那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是更不一样的。就算那个时候你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我相信法官也觉得，至少你不是故意的，就是为自己的一个利益杀人的，所以呢，法官也不会判那么重。我相信。那么既然都聊到道德这块了，您觉得有正确或者错误的道德吗？就比如像说，会不会有一套完美的原则，就是这个原则不管你干什么，就是有什么就不知道该怎么选的路，这一套原则都会告诉你正确的答案。您觉得就是有这么完美的正确的道德吗？因为就是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然后大家的原则也都不一样，所以您觉得存在这种完美的道德吗？没有完美的道德，很多的道德也就是一个多数人的一个共识，基本上认同吗？那您觉不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在干的事，比如像说马斯克呀，然后呢学校里的老师、医院里的医生、警察、消防员，他们在做的一切都是对这个社会做出贡献，然后让这个社会、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但是您觉得就是比如像说，既然大家都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那如果就像灭霸那样子，把世界50%的人都毁灭了，就把这世界上50%的人都杀了，这样子对吗？因为如果现在牺牲了这么多人，那么的确这个社会以后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因为资源就会更多了。然后呢，如果都杀掉坏人以后，他们也不会再干坏事了，但这样子就会杀很多人。您觉得这样对吗？我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回答吗？可以说是对的。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但是，不一定是正确的。假设是正确的话，可以说对的。比如说当时呢，就是觉得人口太多了，所以要控制，必须只剩一个小孩。他觉得这样的话呢，这个资源呢各方面就会更好。可是过了30年之后，不对了，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这叫此起彼落，是吧？经常是，这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说的轮回为什么是痛苦呢？你眼前以为用这个方案可以解决，其实你过了一阵子看的时候根本解决不了，一模一样，正在制造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你就是可以现前的考量来说的话呢，你50%杀掉了，然后其他的50%、100%的能够过上非常好的一个日子的话，也许我说是也许可以，但是做不会的。所以呢，这些永远这些执着在调整我们的生活，调整这些这个苦中作乐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这是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而已，实际上没办法做到很100%的圆满。从生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说可能是用这个佛法的理念和一些价值观来说的话呢，我们应该就你所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就是说可能会救化，但我理解，但是我是比较好奇，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就比如像说，就一幅名画，它已经就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了，它每一个瑕疵，然后它用的每一个颜色，就是它甚至就原本的颜色不是这样，它是就是以后就是经过时代的磨合呀，就是反正它就是每个细节都能值得人们就是看很久，然后学习很久，研究很久。我觉得一个画，就甚至是这么小，就是特别小的一幅画，它都 possess 那种无数的智慧，然后呢，无数的 knowledge 就可以让我们学很久。反而一个猫，它这个生命从它出生的开始就是倒计时。我可以反驳你的观点吗？虽然你说的没有错，可以这么说，画也是就是可以，它这个是一个艺术嘛，里面有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解读和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它也有经济价值，也许它买了，然后就是它那个赚到的钱也可以布施给其他需要的人，我们都可以这样说，没问题。但是你想救这只猫的时候的那个心态，那个爱，那个对生命的忠实的这个精神，是不是对人类本身这个价值，是不是对人类和对所有的这个众生来讲的话，那是不是比画还重要的？对，是，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名画再这个好，它再有价值，也对人类唯一是对人类能带来一些好处，对吧？但是如果你这个生命爱护生命的那个价值，那个呢，对所有众生，我们说的动物都能带来好处。对，就是你这两个的价值你比较一下的话呢，你觉得是哪一个更重要？我可能会更珍惜生命，但是如果当时真的博物馆召回了，我可能就是都不忍心看那个猫，我就又哭，然后呢就在那擤鼻涕，然后呢把那个画抱出来。我觉得不救猫可能会是我这辈子都后悔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当时没有救画，那我的下一代，就我的后代，他们都可能会为我再反悔我当时做的决定。就是如果我当时救了猫，你这次救的不是猫，完全是一只猫和这个画的价值来讲的话，完全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个那个画的价值是更昂贵的。但是你当时在救的是什么呢？对于生命平等和生命的一种爱。如果你这个失去了，你很无视的救了画的话，那你下一代会变成没有爱的话呢？没有失去名画，但是失去了爱，那怎么办？那我觉得这就相当于说感性 vs 理性。就我知道，就是没了感性，就没了爱，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冷酷，然后呢，大家就是非常冷的一个社会。但是如果没了理性呢，那这个世界就更变成地狱了呀。是，但是这个爱对整个社会和我们人类和我们需要爱，爱本身也许是感性的存在，但是需要爱
这个观念不是感性，这是理性的。但是我觉得爱的近义词其实是恨，爱和恨都是那种非常极端的感情，正是因为这些感情才会就是引起那种特别多悲惨的案件，就是因为这些感情就是可能才有了所谓的那种地狱吧，就是因为这些感情才导致我们做一些我们会花后半辈子的为这件事情买单的一些事。但是你这样说的话，其实是你觉得这个话是很珍贵的，我觉得这是基于感性的一个想法。为什么呢？最近在一个外国的一个博物馆里面，随便一个艺术家，他就是拿一个香蕉，花了几秒钱，画那个粘在那个墙壁上，然后后来大家那个700万美金卖出去了。香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变态的这种艺术的这个解读，能解救人类吗？那一条猫能解救人类吗？不，但是这个一条猫更重要的那个人的这个思想价值能够解救人类。就算不能救，但是这是最好的急救的方法了。但是就比如像说我们现在说的名画，不是那种蒙娜丽莎，而是就是那个日本画家画的，可能在大部分眼里是一个比较草率的画。但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就非常喜欢艺术，然后我就感觉真的任何东西我都可以从它里面欣赏到美。可能它就是这随意的几笔，可能就是会为后面的人，就是我们后代铺一条路，然后呢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式。我觉得就画这个选择，它的确是非常的感性，但它也同时非常的理性，所以它是感性和理性堆积在一起。反而救猫，我就觉得是一个偏感性的想法。如果是这个猫本身的来说的话呢，可能是一个生命，但是要它急救和珍惜的爱惜来讲的话呢，不但是有爱，也有这个爱的价值在里面，所以这里面就我觉得是感性和理性的一个共存。所以这两个的，当然这个没有艺术，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世界没有颜色的，可以这么说，也可以更高的一个艺术的价值来，也可以反驳我的观点。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的结论其实实际上是没有对错的。也许是你是法官，你是这样觉得是那个对的，然后我是大法官，我可能会另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是更高级别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什么，然后他可能有另一个观点。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人判的对的，另外一个判的错的，都是专业。为什么？主要不是对错问题，只是角度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结论不是说我们两个谁说对谁说不对，而且从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不同角度看的时候就能够发现不同的价值。所以这样的彼此的这个观点的尊重，我们将来对这个世间的任何事情的分析的这个前途是更宽松的。同意吗？比如说你放弃动物救名画的话呢，这个动物保护协会和个人的这个动物保护那些人会反对你抗议你，对吧？如果你不救名画的话呢，那些艺术家和那种这个收藏家都会反对你。怎么所以我做？觉得现在所以就是我刚刚说的，真的是这个就是一个相对的啊。就是我如果真的是我觉得这就完全凭我那天的心情。如果那天非常理性，我就会救猫；如果那天感性，我就会救猫。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救猫，因为大家是人，大家是动物，大家都是。觉得你说法是没什么问题的，确实是这样的。当下你救猫的话呢，绝对是这个是一个感性的决定。但是这个感性的背后有理性的价值在。然后我们觉得救花就是明明就是很价值昂贵，那个时候觉得很理性，其实这个理性的背后是很感性的一个，也是一种我们说的如梦幻泡影，就是一个虚假的价值，货币一样或者什么的啊。所以严重的一个虚假了，尤其是花这种东西啊，是吧？
这个花很昂贵，你觉得这个是有实际价值没有错？你卖给一个那个有钱人，其实很值钱嘛。啊，对世界研究价值等等。结果我们就再重新从龙树菩萨的角度分析的话呢，这个后面是完全是一个感性的基础。从这个问题，我刚刚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只是讨论一下，对，就这个问题是我想把那一幅画，换成一部绝世的经书。OK， 这可以，这个很有意思的啊。这个金属的这个比喻在大般若里面就有了啊，大般若里面有。我觉得这样应用起来的话呢，很有意思的。以前呢，有一个天人叫做帝释天王，帝释天来到释迦牟尼佛面前就求法，反正就是他是一个人来到释迦牟尼佛前面，释迦牟尼佛问他，如果这边是有整个大地就是整个的地球上都是珍珠啊、钻石啊这样的一个价值这个连城的东西，那边是放着什么呢？一个般若佛经，般若智慧的佛经。他问说：“你会拿哪一个东西？”释迦牟尼佛问这个人说：“你想要哪一个？”这边都是，如果你拿这个金钱的话呢，你比俄罗马斯克更有钱了。你想做功德也可以啊，你盖很多庙啊，你建很多的塔，对吧？啊，看起来从佛法角度来讲呢，你天天供僧啊。所以你要哪一个？他说是，我不要这个钱，我要这个佛经。然后佛陀问他说：“为什么你要佛经？”他说是，因为我拿这个钱供养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成佛，要真正的要得到佛的智慧。但是你做供养，你缺乏智慧，得不到这个功德啊。我有这个般若的经呢，我就学习这个智慧，我自己能成佛的话呢，那这些已经达到最高的这个目标了。所以我不要这个，就是要那个。所以这个跟刚刚说的那个救猫的那个爱是一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当然这是一个佛教徒来讲的话呢，你就应该要选择救猫。如果这个世界上如果这个猫死了，但是这个佛经呢就是留下来的话呢，这个佛经度化更多众生，猫也可以成佛啊。但是它也不是因为佛经，因为是佛陀说的，不是这样，而且透过它的价值能够创造更好的一个价值。所以这个跟刚刚爱是一样的概念。如果你当然不认同本身的这个般若价值的话，那就是一样不成立的。我刚刚其实想说的就是画它能带来比猫更多的价值。怎么说？就像我刚才提到过，它每个细节呀，然后呢，它每一笔它弯那种幅度就可以让人们看很久。然后呢，它就是不仅能提供这种新的思考方式，它还可以提供很多情绪价值。而且就是一个猫，不是，我现在你听，我不是说一个猫的价值，而是就一个生命的那个爱和那个价值观的价值。这个两个放在一起，你再跟那个花比较起来的话，你的比较起来的价值觉得合理的话，我就承认。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当时真救猫，这还是太感性了，因为不是说你这次如果救化了，你就是放弃了拯救生命，你下次如果遇到说就是一个普通的画还有一只猫，你可能会救猫，但是现在在讨论的是名画还有一只猫，是说你可能还是非常珍惜生命，然后你也爱生命，但就是这一次你可能没有办法救猫，这次可能就要救名画，但你下次就不一定了，这也不代表就你把生命看低了。
这个从我们很严格的例行的或者这个历年的价值来讲的话呢，我还是不太认同你的这个说法。但是人的实际的这个反应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我也可能跟你一样这样做。这是理性和感性之间的一个中间的一种偏差啊，这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发生的事情。我想说一点哈，就是因为我在思考你的这个问题，它这幅画，这幅画和一个佛经，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物体，然后猫是代表生命的。那么这个物体就是取决于它承载了多少的价值，这个价值很有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有灵魂的东西，或者是对。能够有，确实，我刚刚希望你这个方面多说一点，这是绝对是可以说的，这就是真正的一个边境一样的对吧？绝对没有说是这个话没有价值。我的立场可以说是它是很感性没有价值，这是我现阶段我的立场，我至少我可以这么说。但是你们两个一定要说，它承载的不只是这样的一个话和一个金钱的价值，也不只是一个参考的价值，知道吗？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个人类的那种很多的这个美好的一些愿望啊，甚至它可能也能代表象征的，也有可能是这个世界和平，世界的什么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再加上就是它有这个人类的这个艺术的生活在里面，艺术真的是人类的生活的一个像这个水和茶一样的关系，或者我们吃饭的时候里面放盐巴一样的艺术。所以我现在我就会自己老想这个问题，就救猫还是救花，还有说这个水它到底是就是一半满的还是一半空的，然后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想来想去就是一个环，然后我就觉得想不明白，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就会让我特别烦。当时做数学的时候，我就是喜欢有一个答案的这个问题，我就不喜欢就是 x 出来还是2个解或者3个解，我就希望它是一个解，我就希望有个确定的答案。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想的过程中我很享受，但是想到最后我就觉得它两边都可以，它这个选择是对也是错，它另外一个选择又是对也又是错，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看得挺清楚的，这可能就是世界吧，世界又对又错，但是这就会对，真的你明白的非常对，就这样。就像今天晚上你这个上面好几个不同的菜都是晚餐，哪说是这个吃了对那个错，没有对错，全部能吃得下吗？也不行。唯一我只要有一个选择吗？也不是这样，没有这个理论基础的。这些问题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地方，并不是说如果哪一天有个人真正的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者解答，而是这些问题抛出来给世人以后，所有人去讨论它的、思考它的一个过程。所以佛教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名字叫做系论，所以这两个存在和不存在的共存。所以佛经里面有一个叫事不异空，空不异事，这个是一般的常识和数学是没办法理解的。事不异空是事，就是我们现前的一切事的东西，空就是无的概念，有是无，无是有，有是无，无是有。OK， 这个概念。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事就是有的意思啊，空就是无的意思了。所以色和空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理解的一个佛教的概念，非常非常难。就是空